降服于你恩典。你带我走出低谷，改变了我生命，每一天你领我，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己力，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赎，你的恩典够我用。我夸自己的软弱，因你力量是完全。我要一生赞美你，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
站在你的面前，看到你的恩泉，降服于你恩典。你带我走出低谷，改变了我生命，每一天你领我，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己力，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赎，你的恩典够我用。我夸自己的软弱，因你力量是完全。我要一生赞美你，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己力，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赎，你的恩典够我用。我夸自己的软弱，因你力量是完全。我要一生赞美你，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
享福于你恩典。你带我走出低谷，改变了我生命。每一天你领我，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己力。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赎，你的恩典够我用。我夸自己的软弱，因你力量是完全。我要一生赞美你，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己力。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赎，你的恩典够我用。我夸自己的软弱，因你力量是完全。我要一生赞美你，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高亢嘹亮，让我全心歌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己力。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我因信得胜，不依靠己力。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里。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属于你。不再是我，是基督。早晨啊，歡迎大家嚟到恩典復興教會嘅線上聚會，我係 Michael。首先祝大家咧2026年快樂，祝大家咧新嘅一年咧都主恩滿溢，深深感受到咧耶穌基督俾我哋嘅愛。今日咧我哋同實體聚會一樣咧，都會有一齊敬拜啦、領聖餐，同埋咧領受神嘅話語嘅時候，就讓我哋咧一齊打開個心，我哋將敬拜、讚美咧都歸俾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咁咧，我哋下個星期咧會去返教會度一齊做實體聚會嘅。咁下個禮拜日到時喺教會度見啦。
我哋一齊讚美，感受神同我哋嘅同在。讓我哋都安息喺佢嘅同在裏邊。你同在，运行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运行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牺牲祭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主。你是开路者，牺牲祭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主。你同在，属我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医治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创造我们生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守护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牺牲祭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主。你是开路者，牺牲祭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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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主，你是我的神，你的同在，我要感谢你的同在。只是我未看见你人运行，只是我未感受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动，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动。只是我未看见你人运行，只是我未感受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动，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动。只是我未看见你人运行，只是我未感受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动，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动。只是我未看见你人运行，
只是我未感受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开路的牺牲记得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获胜，这就是我主。你是开路者，牺牲记得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获胜，这就是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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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一齊唱。這就是我主，你係供應我哋嘅主，這就是我主，你係聖潔嘅主，這就是我主，你係公義嘅主，這就是我主，你係愛我哋嘅主，這就是我主，你係保守我哋嘅主，這就是我主，我感謝你，這就是我主，你一直動工。只是我未看見你仍運行，只是我未感受你仍運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動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動工。只是我未看見你仍運行，只是我未感受你仍運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動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動工。漆黑夜裏同在，總呼喚我常凝望。我發現愛我的主，你話語靜了風浪，你引導我沒走內，心怯懦，空中共你。恩典如果困境多，你賜愛在我心內，在你愛內滿盼望，你顧念我獻出捨身的愛，在你沒懼怕，在你沒懼怕，全憑耶穌。終此生也依靠十架主的犧牲，誠然做活祭，全然重生，常在你話語中，恩典中我讓你指引，感謝有你的愛護佑。你賜愛在我心內，在你愛內滿盼望，你顧念我獻出捨身的愛，在你沒懼怕，全憑耶穌，主債已被救贖，終此生也已主的犧牲，誠然做活祭，全然重生，常在你話
上哈利路亞，誠然哈利路亞，深深獻上感恩。沿途默默靠近，同行漫步腳印，燈光漸變亮着我心。獻上哈利路亞，誠然哈利路亞，全然獻上讚頌救恩。在你沒懼怕，全憑耶穌，罪債已被救贖，終此生也依靠十架主的犧牲，誠然做活祭，全然重生，常在你話語中。我讓你指引，感謝有你的愛，在你沒懼怕，全憑耶穌，罪債已被救贖，終此生也依靠十架主的犧牲，誠然做活祭，全然重生，常在你話語中，恩典中我讓你指引，感謝有你的愛護佑，終此生也讓你牽引，感謝有你的愛烙印。感謝敬拜隊咧帶領我哋敬拜我哋嘅主，亦都感謝主耶穌基督咧喺十字架上成就咗嘅功，喺十字架上咧為我哋犧牲咗，為我哋帶嚟咧屬天嘅交換，就讓我哋一齊預備聖餐。聖餐咧係耶穌基督咧俾我哋嘅禮物，讓我哋咧用行動去領受佢一切成就咗嘅功。大家一齊拎起呢塊餅，呢塊餅就係耶穌基督嘅身體。耶穌基督誠然擔當我哋憂患，背負我哋痛苦，所以我哋今日可以講話，當我哋身體上邊有任何嘅軟弱，有任何疾病嘅時候咧，我哋要知道並相信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哋擔當咗，我哋係唔需要擔當，因為我哋身體咧今日咧係屬於聖靈，聖靈以外嘅嘢咧，我哋今日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咧，話俾佢聽係冇權留喺度，因為耶穌基督受嘅鞭傷咧，我哋已經得到完整嘅醫治。我哋一齊咧憑信心去領受耶穌基督呢個屬天嘅健康俾我哋。Amen。我哋一齊拎起呢個杯，呢個杯裏邊咧係耶穌基督嘅寶血啊！呢個寶血咧流出嚟係為咗洗清我哋嘅罪，並且赦免我哋嘅罪。因為耶穌基督嘅寶血咧，神咧再唔視我哋咧唔係罪人啊！因為耶穌基督代表我哋，神視我哋為義人，視我哋為佢心愛嘅兒女。佢唔再對我哋有憤怒，唔再顧念我哋嘅罪，佢完全赦免咗我哋，就係因為呢個寶血。所以今日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喺神嘅面前，去聽神嘅說話，去領受神嘅祝福，接受神嘅保護。感謝耶穌基督，我哋一齊領受呢個寶血。Amen。早晨，大家好，我係阿傑。讓我哋用奉獻嚟到敬拜主。呢個部分主要俾恩興教會為屬靈家嘅弟兄姊妹，
你哋可以透過熒幕上嘅顯示嘅二維碼嚟到進行奉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記載喺約翰福音第15章嗰度，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啲嘅經文。我就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呢段嘅經文係耶穌喺逾節晚餐嗰時同門徒嘅一段嘅說話。耶穌以栽培者、葡萄樹同埋枝子嚟到表明天父、耶穌、門徒嘅關係。天父就係嗰個栽培者，耶穌就係嗰個真葡萄樹，門徒就係枝子啊！感謝神，我哋可以有呢份嘅關係，因為係神嘅愛。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感謝耶穌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嘅罪受死、埋葬、復活，以致我哋因信耶穌基督嘅時候，我哋可以與天父和好，重新建立一份愛嘅關係。Amen。喺經文第1、第5節嗰度，佢講耶穌講，佢話我就是真葡萄樹，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原來當枝子連於葡萄樹嘅時候，耶穌應許佢話常在我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當我哋相信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邊完成嘅工作，耶穌就常在我哋嘅裏邊。常在嘅意思係咩啊？佢就係住在啊，住在我哋嘅裏面，係持續停留、親密、永久嘅居所。耶穌唔係得閒或者有時間先嚟住在我哋嘅裏面。我哋信主重生嗰一刻，佢就住在我哋嘅裏面啦。我哋就可以與神建立呢份永久親密嘅關係啊！經文講到佢話與主連結，或者你選擇不與主連結嘅時候，都會產生兩個唔同嘅結果。連於主，我哋就可以多結果子；離了主，我哋就不能作什麼。乜嘢係多結果子啊？就可以活出一個屬神豐盛嘅生命。乜嘢係不能作什麼啊？我哋仍然活喺呢個屬世界舊我嘅生命嘅裏邊。感謝主，喺經文第7、第9節，佢都講到神俾咗兩個好寶貴嘅禮物俾我哋，幫助我哋可以活出一個豐盛嘅生命。第一個禮物，佢賜俾我哋神嘅話語，就係佢嘅聖經啦。當我哋連結葡萄樹嘅時候，我哋唔單單神住在我哋嘅裏面，佢仲賜下佢嘅話語喺我哋裏邊，讓我哋可以透過神嘅話語嚟到更新改變，活出一個屬神嘅生命。更加我哋要按照神話語嘅應許去領受一切豐盛嘅恩典，我哋祈求佢就給我哋成就。Amen。第二個禮物，我哋可以領受神對我哋嘅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我們要常在他的愛裏。經文第9節講到，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耶穌對我哋嘅愛，就正如天父對耶穌嘅愛。當我讀到呢個愛嘅啟示嘅時候，我心裏邊非常嘅感動。原來我哋一樣可以得着天父對耶穌嗰份無條件嘅愛。Amen。我哋好清楚，當我哋與呢位創造主連結嘅時候，我哋可以翻到去領受生命成長嘅力量，一切供應嘅源頭。Amen。我哋可以作出奉獻，唔係單單去不單止係回應神對我哋嘅愛，更加讓呢個奉獻成為別人嘅祝福。因為一切都係神嘅恩典同埋豐富嘅供應。羅馬書11章36節講，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祝福大家喺新嘅一年裏邊，讓我哋嘅生命繼續連於葡萄樹，連於愛我哋嘅主。我哋更多去認識佢，建立與神美好親密嘅關係，去領受從神而嚟一切豐盛嘅生命，並且結出美好嘅果子。父神因此得榮耀。Amen。祝福大家。恩典復興教會新嘅一年第一個廣東話聚會，我祝大家咧主恩滿載，新年咧係充滿主嘅祝福。阿們。
詩篇第65篇第11節嗰度講到，你以恩典為年歲嘅冠冕，你嘅路徑滴下脂油。恩典咧喺原文咧嘅希伯來文咧就係 tov， 不如我哋一齊講呢個字啊，好似拖肥咁樣，就係 tofu， 即係話咧神用最好、最靚、最豐盛、最豐富、最有益嘅嘢咧作為你嘅冠冕。阿們。而冠冕呢個字咧，原文咧唔單止係講到咧你頭上面戴住嗰個皇冠，而係講到咧神佢用呢個恩典咧去包圍圍繞住你。而同一節經文咧就係講到咧你嘅路徑滴下脂油。你喺人生嘅路途上面，生活裏面嘅每時每刻點點滴滴，神話咧你都係滴着脂油、膏油。喺晒你嘅生命嗰度，你咧係好肥美嘅，阿們。弟兄姊妹，我真係好中意咧肥美呢個字，因為佢嘅意思咧就係主俾我哋嘅供應係幾咁豐富，令到我哋咧生養眾多，我哋嘅生命咧係油淋淋，啲恩膏同恩典咧倒瀉晒出嚟。咁如果咧你而家同家人或者弟兄姊妹一齊睇呢個聚會嘅話咧，我想你咧都祝福佢哋一個非常肥美嘅一年。感謝主，哈利路亞。咁既然我哋講到咧，我哋將會有一個肥美嘅一年，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咧就係小肥羊。咁我哋咧會一齊睇詩篇第23篇第1到第3節。咁好短嘅啫，所以咧，我想大家一齊咧跟住我去讀。我哋一齊睇詩篇23篇1到第3節。耶和華係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嘅名引導我走義路。詩篇第23篇第1節就係講到耶和華係我嘅牧者。喺希伯來文嗰度咧就係 Adonai Ro'i， 即係主係我嘅牧者。咁喺新嘅一年裏面咧，我鼓勵大家可以去默想呢一節嘅經文。可能喺你朝頭早返工嘅時候啦，又或者搭緊車嘅時候，又或者食緊晏嘅時候，或者食緊晚飯嘅時候，你都可以思想咀嚼一下呢一節嘅經文。你可以講出嚟，就係話主耶穌係我嘅牧者，主耶穌係我嘅牧者，主耶穌係我嘅牧者。而同一個時間咧，你都可以話我係主耶穌嘅羊咩咩，我係主耶穌嘅羊咩咩。我係主耶穌嘅小肥羊，羊咩咩，阿們。嗱，咁你仲可以咧，藉住呢個機會去諗一下，你作為一隻小肥羊係點樣樣嘅咧？係咪圓碌碌、肥嘟嘟嘅咧？你嘅笑容係咪好燦爛、好甜美、好可愛嘅咧？咁你仲可以同主咧講一聲咩？阿們，阿們。詩篇咧第23篇第1節咧，仲繼續講到我必不致缺乏。當主耶穌係你嘅牧者，而你係主所愛嘅小肥羊，聖經好肯定咁話俾你知，無論你嘅現在定係將來，你都必定唔會有缺乏。阿咩？當大衛去睇呢個詩篇嘅時候咧，佢寫嘅時候缺乏呢個字就係講到唔夠啦，有需要啦，仲會失敗添。咁當聖經講到我哋唔會缺乏，唔會唔夠，唔會失敗，咁佢講嘅係乜嘢咧？咁聖經基本上係冇講過啲乜嘢嘅，所以你可以憑住信心相信同埋去宣告。如果你係做生意嘅話，你可以宣告你必定唔會缺乏豐盛嘅生意，同埋咧優質嘅客戶。咁如果你去揾緊工嘅話咧，你可以宣告我必不致缺乏一份咧理想嘅工作，薪酬好好，
好好待遇嘅新工。咁如果你好想主去祝福你一個伴侶嘅話咧，咁你可以宣告：我必不致缺乏一個箴言31篇才得靚靚嘅太太。阿們。女士嘅話，咁你一定可以咧祈禱感謝主，你不致缺乏一個合神心意嘅高富帥白馬王子。阿們。咁所有嘅單身弟兄姊妹可以再講一聲啦。阿們。咁如果你已經結咗婚，但係你好想建立自己嘅家庭嘅話，你都可以宣告，你必不致缺乏有肥肥白白、健康康嘅 BB。甚至將來咧會有孫仔孫女。阿們。咁大家咧喺自己祈禱嘅時候咧可以宣告一下啦。咁我哋咧繼續睇下一節嘅聖經啊，詩篇第23篇第2到第3節。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蘇醒。呢幾節嘅經文咧就係講到，他使我躺臥，他領我在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蘇醒。大家睇唔睇見咧？主就係喺度幫我哋做晒所有嘅嘢，佢使我啦，佢領我啦，佢又再使我喎。我哋真係好幸福噶，因為咧我哋唔需要做自己嘅牧羊人。我哋唔需要自己去揾青草去餵養自己，我哋唔需要去揾清水去幫自己解渴，我哋更加唔需要咧去揾方法去幫自己嘅靈魂蘇醒。主耶穌就係我哋嘅牧者，我哋嘅牧羊人，佢已經供應晒所有嘅嘢俾我哋，所以所有嘅牧師，所有嘅領袖，所有做父母嘅，所有喺度工作做老闆嘅，做員工嘅，做學生嘅，所有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愛我哋嘅主耶穌已經供應晒所有嘅嘢俾我哋，所以咧，我哋可以長期處於呢個充足有餘，活出我哋咧最好最肥美嘅生命。大家講一聲阿們。咁我哋繼續睇咧詩篇第23篇第2節，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唔知大家有冇見過真正嘅羊咩咩咧？咁石恩牧師咧係喺紐西蘭嗰度嚟嘅，咁佢太太 Wendy 咧就喺澳洲嗰度嚟嘅，咁佢哋應該係見過好多羊咩咩嘅。咁我咧就唔係喺好遠嗰度嚟啦，我係香港人嚟嘅。咁我唯一見過啲羊咩咩咧，就喺澳洲悉尼嘅皇家復活節表演嗰度。嗰啲羊咩咩有啲肥啦，同埋真係好臭崩崩嘅。咁當我睇見呢節聖經嘅時候咧，講到啲羊咩咩躺平咁樣喺個青草地上面食草咧，我覺得佢可能寫錯咗。而啲牧師咧仲不停咁話咧，啲羊咩咩坐喺度會不停咁食噶嘛啲草。我覺得佢哋應該係有啲誤會。因為咧，我上網查嘅時候，我從來都未見過啲羊咩咩咧攤喺度食草嘅。我淨係見到佢哋周圍行喺度喺度嗒嗰啲草，我未見過佢哋攤喺度食草啊。咁我就問主啦。咁大家都知道主幾時都係啱嘅。咁佢就同我講咗一個詞語，原來羊同埋牛咧一樣咧係反芻嘅動物喎。咁佢咧原來都係有4個胃嘅喎，咁科學啲咁講咧就係羊有喺個胃嗰度有4個部分，咁佢咧要做4個程序咧先至消化到所有嘅食物。咁當羊咩咩攤喺度食草嘅時候咧，咁即係講到佢不停咁樣喺度嗒真啲嗰啲青草，好新鮮嗰啲草嘅味道，即係過緊佢咧最美好嘅生命。阿們。詩篇咧第103篇第5節嗰度講到，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知足咧嘅希伯來文咧就係撒花，意思咧就係好飽滿、好滿足、充足有餘嘅意思。咁
咁我唔知大家中意食咩嘢咧？唔知新年會唔會走去食燒豬咧？其實我都好中意去飲嘅。又或者咧，你中意食火鍋放題啊？又或者你中意食韓燒嗰啲牛肉或者嗰啲炸雞啊？又或者咧，你喺新加坡度嚟嘅，或者馬來西亞人，或者係東南亞嘅人，你中意食辣沙，你中意食串燒，又或者咧好辣嗰啲嘢，又或者咧你中意食甜品喎，好中意食朱古力或者雪糕。無論你中意食啲乜嘢，主俾你嘅心意就係你嘅生命係充滿住飽足。咁而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咧，真正嘅滿足就係嚟自於我哋喺度咀嚼反芻神俾我哋嘅話語，阿們。而心理學嗰度咧都有一個相似嘅理念，就係講到呢個反芻嘅思維。咁即係你重複又重複咁樣去思考一啲過去咗負面嘅事，導致咧你嘅負面情緒加劇咧，影響到你嘅身心靈喎。咁神就係唔想我哋咧用負面嘅思想去思考，集中晒咧我哋嘅精神喺啲壓力啊、擔心同埋焦慮上面。神想我哋咧沉浸喺佢嘅愛裏面，去思想、咀嚼、反芻住佢嘅話語，等我哋嘅生命得到餵養，得到完全嘅滿足。阿們。詩篇咧23篇第2節繼續講到，他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安歇嘅希伯來文咧就係 menucha， 就係一個安靜、好平安、好好休息嘅地方。咁神知道咧你需要啲乜嘢，佢唔單止咧想餵飽你個肚燈，佢仲好想咧俾水你飲，等你可以解渴。咁我上網查過咧，原來啲羊咩咩都好需要水噶喎。佢需要水去解渴同埋消化啲食物。我仲睇見咧，原來羊咩咩 BB 咧真係好需要水。你要話俾佢知咧，啲水源喺邊度。如果佢唔知道嘅話咧，佢咧就會好大壓力，仲可能會死添。咁約翰福音咧第7章第37到第38節嗰度講到，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着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弟兄姊妹，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都需要解渴。咁喺夏天嘅時候，好熱嘅時候咧，咁你可能要飲多啲水，去咧令到身體有得解渴。而喺情感上面咧，我哋都有基本嘅需要，同其他人咧有聯繫，知道咧我哋係被愛、被接納同埋被珍惜嘅。而喺靈裏面咧，當神去創造我哋嘅時候咧，佢就創造咗我哋咧有渴慕佢嘅心，同佢咧有親密嘅關係，有好好嘅聯繫。咁世界上面嘅人咧，當佢哋唔認識主嘅時候，佢哋就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解渴。佢哋可能沉浸喺唔健康嘅感情關係上面啦，又或者咧佢哋有無法自拔上癮嘅行為啦，又或者靠住工作、金錢或者地位去咧滿足咧自己，去肯定自己。但係耶穌喺度好清楚咁樣講到，如果我哋口渴嘅話，我哋有需要嘅話，我亦可以去到佢嗰度咧去飲水。而耶穌話咧，相信佢嘅人咧喺肚裏面要流出活水江河。阿們。聖經裏面講到嗰個腹中喺希臘文咧就係 cholia， 就係講到咧我哋肚裏面，即係我哋嘅胃啦。女士嘅話就係我哋嘅胎，我哋子宮嘅位置。咁即係話咧，我哋內心深處嘅渴望、情緒同埋屬靈生命嘅源頭。而活水江河咧就係指聖靈。咁當你相信主耶穌嘅時候咧，你就已經重生，成為咧一個新造嘅人。你嘅肚腹、你嘅靈魂、你嘅內心深處咧，就係有呢個生命嘅泉源聯繫住湧流出嚟。而呢個活水江河就喺呢一度去湧流出嚟，去祝福你屬靈嘅生命。我哋一齊睇咧羅馬書第8章11節，就係 Zoe Life 嘅主題經文。
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弟兄姊妹，就係令到屬肉體嘅耶穌從死裏復活嘅聖靈，就係住喺你哋嘅心裏面，而令到基督耶穌就係神嘅受膏者喺死裏復活嘅聖靈，就必定喺你必死、必衰退、必腐敗嘅身體嗰度再活過來。所以我哋相信，當我哋去領聖餐嘅時候，我哋唔單止係得到醫治我哋身體所有嘅疾病，而神嘅聖靈佢復活嘅大能就喺我哋嘅生命嗰度咧激活起嚟，令到我哋嘅身體咧有返老還童咧嘅功效。阿們。咁我相信咧，好多喺度聽到嘅弟兄姊妹咧，你已經接受咗聖靈嘅洗禮。但係如果你未接受聖靈嘅洗禮，你又想接受嘅話咧，我哋而家可以為你祈禱。我亦都好想鼓勵你咧，同我哋嘅小組組長咧溝通，等佢哋咧都可以為你祈禱，解釋俾你知咧聖靈洗禮係乜嘢嘅意思。咁等我而家咧為你哋祈禱啊，接受呢個聖靈。感謝主，主耶穌，我哋咧而家為所有想接受聖靈嘅人禱告。我哋求你嘅聖靈而家就係降臨喺呢度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面，等你嘅大能，等你嘅平安一路一路咧咁樣同佢哋一齊，你令到你嘅聖靈令到佢哋嘅生命更新，去恢復佢哋嘅生命。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們。祝福大家。咁記得啦，如果你啱啱祈咗禱嘅時候咧，你可以喺信息嗰度話俾我哋知啦，亦都可以星期日翻到嚟教會咧話俾我哋知，等我哋可以同你慶祝，去恭喜你。咁而家你接受咗呢個聖靈嘅禮物咧，你就可以開口用方言去禱告，讓屬靈嘅生命同力量咧喺你生命嗰度咧各個方面嗰度湧流出嚟。呢個活水江河咧不停咁樣湧流出嚟，發揮咧佢嘅動力。阿們。我哋一齊睇咧詩篇23篇第3節，他使我的靈魂甦醒。我問主，點解我嘅靈魂需要甦醒，需要被修復呢？咁主就話俾我聽啦，因為咧掌權黑暗咧世界嘅靈會令到我哋咧嘅生命好勞累。我哋睇但以理書第7章，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我哋每一日咧都面對住網上面不停咁樣發出嚟嗰啲唔開心啊、好壞嘅新聞同埋消息。咁又或者我哋自己咧都喺度浪費時間，不停咁喺度碌手機睇不停咁喺度睇啲媒體裏面嗰啲短片。又或者咧，我哋當中有朋友咧停唔到打機，又或者不停咁去追星嘅。咁咧，我唔係叫大家咧唔好睇韓劇，唔好睇波，唔好打機。我自己都好中意睇 Pokemon 卡通片嘅。咁但係咧，喺新嘅一年嘅開始咧，我都想提醒翻大家，呢啲嘅娛樂最終咧唔會咧去滋養到我哋咧嘅靈魂。而主所以就同我哋小肥羊講，佢好想我哋咧嘅靈魂甦醒。佢好想咧，俾我哋嘅靈魂咧得到修復，有好嘅生命。而馬太福音咧第6章第31節嗰度講到，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私下跟我到僻靜的地方去歇一會兒吧，因為當時來來往往找他們的人實在太多，他們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想大家睇下耶穌幾咁愛錫關心佢嘅門徒，佢唔單止想佢哋好成功做好嘅事工，佢仲好想咧佢哋咧得到好嘅休息。咁佢咧就嗌佢哋私底下同佢一齊咧
去到一個僻靜嘅地方休息一下，食一啲嘢。弟兄姊妹，我都想提醒大家喺生活上面咧，可能好忙啊，可能喺屋企嗰度咧有好多嘅責任，可能你嘅小朋友咧需要讀書，需要考試，需要補習，仲有好多好多嘅課外活動。又或者工作上面你有好多嘅挑戰，成日咧要去揾客戶啊，有好多嘅應酬，總之就好忙好忙，好多嘢要去處理。咁當大家有時間嘅時候咧，你都可以睇下馬太福音咧第6章咧全章喎。我哋可以睇見咧耶穌同門徒咧嘅周圍咧都發生咗好多好多嘅事。咁你睇第6章嘅時候，首先你會睇到耶穌咧返咗去嘅鄉下拿撒勒，做唔到啲乜嘢神蹟奇事喎，因為當地嗰啲人佢嘅親朋戚友見到佢咁有智慧、咁有能力咧，覺得好唔抵得，好冒犯喎，完全接受唔到呢個事實。再之後嗰個章節咧，我哋睇到雖然耶穌喺自己嘅家鄉冇乜作為，但佢竟然咧仲充滿能力、充滿權柄咁樣差派咧佢嗰12個門徒去傳道、去趕鬼喎。而啲門徒咧的而且確係做得好好，非常成功。我哋再睇之後嗰幾節，我哋會睇見耶穌個表哥施洗約翰咧，就係俾希律王咧好殘忍咁樣殺死咗。咁就係喺發生咗咁多嘅事裏面咧，耶穌就同佢啲門徒講：你私底下同我一齊去一個僻靜嘅地方休息一下。弟兄姊妹，我哋過日常生活裏面咧，總會經歷到一啲起起跌跌。咁你咧可能好似啲門徒咁樣啊，你教會嘅事工、讀書、做生意、做嘢咧都做得好好，非常順利，感謝主，哈利路亞。咁有時候咧，你可能好似耶穌咁樣，你知道自己咧係神所呼召嘅，你盡晒力去服侍，去幫其他人，但係其他人都冇乜反應喎。仲衰啲咧，就係你做緊你應該做嘅事，你仲面對緊好多好多嘅困難同埋挑戰。耶穌就係喺度話俾我哋知，我哋點樣可以得到靈魂甦醒，得到修復。佢話咧，就係我哋私底下靜靜雞，同主一齊去一個僻靜嘅地方休息一下。當我睇呢節經文嘅時候，我第一次睇，我唔係好明耶穌點解要我哋去僻靜嘅地方。因為僻靜咧喺原文嘅意思咧，就係一個不毛之地，好乾旱，喺沙漠裏面好孤寂嘅地方。咁我繼續諗下，繼續默想下咧，咁我突然之間就有一個領悟啦。因為咧喺我哋生命裏面嗰啲甜酸苦辣啊，起起跌跌，其實真係咧外在嘅嘢嚟嘅。但係當我哋嚟到呢個僻靜嘅地方，冇晒世界嘅嘈吵，我哋唔再分心，只係同主單對單喺埋一齊。我哋可以話俾佢知，我哋嘅心裏面諗緊啲乜嘢啦，有啲咩人，有啲咩嘅事令到我哋心煩意亂啦。咁佢仲好明白咧，譬如我哋做咗啲傻事咧，傻更更 I don't know， 有可能有啲傻事你做咗，可以話俾主咧，你可以同佢一齊笑啦，你都可以同佢開玩笑喎，因為主咧都係非常幽默嘅。咁你咧又可以睇聖經啦，又可以用方言去禱告。你開心嘅時候，又可以咧對住佢笑；唔開心嘅時候，又可以對住佢喊。你仲可以敬拜，將你心裏面所有嘅感受咧吐出嚟，話俾主聽。就係喺呢一個僻靜嘅地方，淨係得我哋同主一齊，喺一個最令人滿足、最豐富、最豐盛嘅地方。而喺呢個地方咧，你就會直接聽到主嘅聲音，你咧會領受到神特登為你預備咧嘅啟示，特登為你預備咧嘅福分。以賽亞書咧第40章第11節嗰度講到，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弟
弟兄姊妹，我哋咧一開頭嘅時候咧講到耶穌就係我哋嘅牧者，而我哋咧就係主嘅小肥羊。咁以賽亞書呢度咧再一次肯定神就係好似牧羊人咁樣去關心照顧我哋，佢照顧咧我哋嘅起居飲食，俾我哋咧有棲身嘅地方，保護咧我哋人生嘅安全，修補我哋嘅生命，修復咧我哋嘅心靈。而咧我真係好中意呢節經文講到主好大隻嘅膀臂，將我哋咧羊咩咩抱喺佢嘅懷裏面。咁我就問主啦，點解你要將嗰啲羊咩咩 BB 抱到咁實，抱到咁緊呢？咁我諗到有幾個原因喎。首先第一，可能羊咩咩 BB 佢攰啦，咁所以主就抱起佢，幫佢行前面嘅路啦。第二，可能係咧主真係好錫佢，覺得佢真係好可愛，真係忍唔住啦，一定要抱住佢攬實佢啦。但係第三個原因，我覺得應該係最主要個原因，就係咧主耶穌抱住我哋嘅時候，佢咧抱到好緊嘅時候，佢想我哋聽見咧佢個心喺度為我哋卜卜卜卜咁樣跳啦。阿們。所以咧喺呢個新嘅一年裏面咧，我都想邀請大家一齊咧去經歷到耶穌就係你嘅牧羊人，而你就係咧佢所愛嘅小肥羊。你每一日無論面對住咩嘅人咩嘅事，你幾時咧都可以去到主嘅面前，等佢咧去餵養你，等佢咧去幫你解渴，等佢咧去修復你嘅心靈，等佢咧直接咁樣去同你講說話，去鼓勵你、支持你、幫助你。你仲可以咧好似啲羊咩咩 BB 咁樣，你攰嘅時候，又或者你中意嘅時候，你可以嗌主抱住你、攬實你，等你可以感受到神俾你嘅愛，你仲可以聽到主俾你嘅心聲，佢俾你嘅愛同埋佢嘅心跳，卜卜卜卜。咁樣咧喺聚會完結之前咧，我都想俾一個機會大家，因為你咧今日嚟到咧聽呢個聚會，可能從來咧都未接受過主耶穌基督咧作為你嘅救主，而你今日嚟到嘅時候咧，我相信都唔係一個偶然，因為主耶穌就係你嘅牧羊人，佢知道咧你生命嘅狀況，佢知道咧你生活上面面對緊啲乜嘢，佢亦都咧好明白你心裏面嘅感受，因為咧佢好愛你，都好想你咧去返佢嘅身邊，有咧一個幸福同埋安穩嘅家。咁如果你今日咧想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你嘅救主嘅話咧，你可以跟住我一句一句咁樣禱告，我哋一齊祈禱。我都想邀請所有弟兄姊妹同我一齊祈禱，我哋一齊講：親愛嘅主耶穌，多謝你愛我，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嘅罪而死，你所受嘅鞭傷成為我嘅醫治。我今日接受你為我嘅救主，我多謝你嘅聖靈帶領我走人生嘅道路，賜俾我有平安、有幸福、有豐盛。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咁如果你啱啱咧祈咗呢個禱，接受咗耶穌作為你嘅救主嘅話，你可以喺線上面擺個信息，等我哋知道。我哋亦都非常歡迎你下個星期日嚟到教會嗰度，話俾我哋嘅小組組長知，因為我哋咧好為你高興，好想咧恭喜你，同埋咧為你祈禱，感謝主。我再一次咧祝大家新年快樂，主恩滿載，祝福大家。好多謝明麗咧，俾我哋一個咁好、咁有恩膏嘅信息，更加感謝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咧，真係我哋嘅好好嘅牧人，令到我哋咧呢班羊咧可以好安心，可以喺佢保護底下咧一生跟隨住佢。不如就讓我哋而家打開心去領受咧神俾佢心愛嘅兒女嘅祝福，就係嚟自民數記嘅6章24至26節。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整全嘅平安。
親愛嘅天父啊，感謝你俾我哋知道咧，今日你想話俾我聽，你係我哋嘅好牧人，因為你好愛我哋可以咧安息喺你裏邊，可以咧俾你帶領住躺臥喺青草地度，領受你一切嘅祝福。求主咧，讓到我哋呢個2026年啊，都深深感受到咧，你就係我哋嘅好牧人，我哋不致缺乏，甚至乎係福杯滿溢。我哋感謝主耶穌基督你嘅帶領，奉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 ，Amen。如果網上面嘅弟兄姊妹咧，如果啱啱咧喺決志祈禱都同心合意咁樣相信主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咧，可以喺呢個 video 下邊嘅 QR code 度咧，我哋有張小冊子，你可以打開佢，就會睇到咧信咗主耶穌基督之後咧，下一步要做啲咩噶啦。甚至乎咧，你可以咧更加咧喺我哋教會嗰度咧，同我哋兄弟姊妹咧、弟兄姊妹咧去一齊去傾下，我哋加入我哋嘅小組啦，或者每個禮拜咧嚟我哋嘅實體聚會嘅。最後咧，祝福大家喺2026年咧都可以開開心心、平安咁喺耶穌基督嘅愛裏邊咧，做一隻小肥羊，跟隨住主耶穌。主祝福大家。站在你的面前，看到你的恩泉，降服于你恩典。你带我走出低谷，改变了我生命。每一天你领我，主你爱我，献出生命，这是你完美献祭。自由之歌。